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而且，咱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咱本毋知影应当安怎来祈祷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讲袂出的叹息替咱祈祷。感谢人心的知影圣灵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信徒祈求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6节、27节。软弱是基督徒对神的旨意蒙昧无知，或者是一知半解的软弱。帮助这一个名词呢，原文是共同代替甲处得所组成的字，意思来讲分担重担。咱的智慧拢极其有限，往往找袂透神的旨意，找袂出神的脚迹。罗马书11章33节讲，深知神丰富的智慧甲知识，伊的判断真正难测，伊的脚迹也真歹找找。34节又搁讲，什么人知影主的心？什么人做过伊的无事呢？为着无明白神的旨意，咱的心内常常拢有苦闷甲叹息，情绪混乱，意思甲毋知影安怎来向神来求啥物。但是圣灵却袂忍心将咱放伫这种的状态当中，伊得甲要分担咱的重担，伊就伫咱用灵言的祈祷当中，用讲袂出的叹息替咱祈祷。神知影圣灵的意思，伊得甲要活纳伊的代求，求咱脱离这种苦闷的状态。因为圣灵替咱祈求咯，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毋惊无效果。因为约翰一书第5章14节、15节也咧讲，咱若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啥物，神就要听咱。这就是咱向神所存坦然无惊吓的心。既然知影神听咱一切所求的，就知影咱向神所求的无得到的。所以虽然有当时咱互软弱所困扰，脱袂开肉体上现实的生活环境，虽然求一寡有害伫咱灵魂的削弱的代志，有当时也袂当自觉讲家己已经行错了方向咯。但咱若是有圣灵伫内头，圣灵得甲以叹息的声音来暗藏着这个错谬无合乎神旨意的祈祷，定心来替咱向神来祈求，才着安尼来弥补着咱伫祈祷顶面的不足。而且咱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咱本毋知影应当安怎来祈祷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讲袂出的叹息替咱祈祷。感谢人心的知影圣灵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信徒祈求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6节、27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